550呎單房要住6個人，到底間屋可以點佈局？睇下呢個極致利用空間嘅設計。主人房兩公婆住，細房住仔仔。而最考設計師功夫嘅就係呢間要住足一家3口嘅重點房。佢用咗上下層分區設計，完美將大人同小朋友嘅私人空間分割開。先睇上層。防跌圍欄冇用到冷冰冰嘅木欄或鐵欄，而係改用麻繩網，視覺上非常通透，完全冇壓迫感。配合埋旁邊嘅小圓窗，好似小朋友專屬嘅秘密樹屋咁。下層嘅大人空間完美容納到一張4尺雙人床，我哋仲特意配合埋圓弧窗設計，用流暢嘅線條去修飾空間，收納一樣做足，一排到頂大衣櫃，去到尾位仲連住一張延伸台，平時喺度化妝或者用電腦就最啱。單人房用咗經典嘅上床下台設計，大人企喺下面完全唔頂頭。加埋天花 LED 燈帶，光猛又通透。書台對正大玻璃窗，望住外面啲綠色風景，溫書做嘢真係極度放鬆。連書台吊櫃都用埋長虹玻璃，提升高級感。最後我哋入埋兩公婆住嘅主人房，細單位最需要床下底收納，但傳統油壓床好重，好難掀起。呢度直接升級做電動油壓床，攞個遙控一撳掣就自動升起。以後攞轉櫃衫或者大件行李，終於唔使再搬生搬死，輕鬆就可以搞掂晒啲收納。側邊嘅大衣櫃就用晒無把手設計，配搭溫柔嘅木紋，實用得嚟，成個空間簡約大氣。睇完咁多間房，你係咪以為個客廳一定係犧牲咗？絕對唔係，唔單止無縮水，仲極之有氣派。電視牆做咗雲石紋配木條紙，加埋頂部嘅滲光燈帶，空間感十足。甚至仲有位整一個專屬嘅玻璃酒櫃，完美展現屋主嘅生活品味。550呎住6個人，一樣可以兼顧實用同高級感。如果你都中意呢種極致嘅空間設計，即刻 WhatsApp我哋免費報價啦！